隨後呢個全球史無前例嘅動物群死現象喺近幾年間就從未停止過，尤其踏入2015年5月，喺世界各地爆發更為嚴重，進入歷史上最慘烈嘅階段。而家就讓我哋回顧喺剛過去嘅2015年5月，單單一個月所發生嘅眾多動物群死實例。5月1日，美國愛荷華州爆發 H5N2 禽流感，1600萬家禽及雀鳥死亡，繼明尼蘇達州同埋威斯康辛州之後，成為第3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嘅州份。隨後5月6日，疫情擴散到美國中西部，成為美國有歷史以嚟最大規模嘅禽流感疫情，波及全國14州。中西部嘅家禽及雞蛋生產商首當其衝，預料將導致年底感恩節及聖誕節假期間國內火雞供不應求，雞肉出口量將跌至8年以嚟最低。由於呢一個史上最嚴重嘅禽流感持續蔓延及擴散，美國17個州出現超過157個禽流感感染源。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病死及被撲殺嘅禽類數量達3300萬，數字仲喺度持續增長。俄羅斯宣布從6月10日起禁止美國活禽、禽類產品同埋人工孵化蛋類入境。喺今年5月，除咗美國經歷史上最嚴重嘅禽鳥同埋動物群死外，全球世界各地同樣出現咗沒完沒了嘅動物群死。5月1日，印度奎斯那河有成千上萬死魚浮現。5月1日，非洲西海岸佛得角群島有23條鯨魚擱淺，其中16條失救死亡。5月1日，中國青島利川河發現魚群集體死亡。5月3日，土耳其巴勒克埃西爾省班德爾馬區附近爆發禽流感，共有大約150萬隻家禽及雀鳥死亡，其中包括至少4萬隻雞隻。5月3日，阿根廷特雷斯亞羅約嘅海岸發現152隻麥哲倫企鵝離奇死亡，專家認為實際死亡數字可能更高。5月3日，意大利那不勒斯發現20隻海鳥死亡。5月5日，阿根廷聖羅克湖發現大量死魚。5月5日，中國漳州韶安東溪出現大量死魚，大批魚群、蝦群一直反常跳出水面，市民稱從未見過出現咁多死魚。5月5日，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持續發現數百隻海龜神秘死亡。5月7日，美國佛羅里達州聖彼得堡一個公園湖裡面嘅鴨子喺一日之間幾乎全部死亡，事件引人關注。居民稱此情況前所未見。5月7日，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洪水過後，有超過500隻牲畜同埋牛隻因為洪水及疫症死亡，滿目瘡痍，牧場損失達數200萬。5月7日，尼日利亞高原州爆發禽流感，數月以嚟共有40萬隻雀鳥及家禽死亡。5月8日，美國托納旺達沿岸地區有數十隻水鳥死亡，附近一帶居民表示從來冇見過呢一種事件。5月8日，中美洲國家貝雷斯爆發禽流感，60萬隻雀鳥死亡及燒毀。5月8日，日本名古屋運河發現10萬條死魚。5月9日，越南東威古河持續發生離奇魚類群死事件，累積超過2噸魚類死亡，大量死魚布滿水面。5月10日，智利佩尼亞斯發現37條鯨魚離奇衝上岸邊死亡。5月10日，挪威地區發現成千上萬細小嘅三文魚及飛魚死亡。5月11日開始，位處中亞北部嘅哈薩克斯坦大草原上，陸續發現稀有嘅塞加羚羊離奇死亡。不足3星期，截至5月27日，已經發現接近121000隻塞加羚羊嘅屍體。消息轟動世界，國際專家正係研究突然大量死亡嘅原因。生物科學家 Bibigo Sasanova 表示，塞加羚羊係瀕危物種，如此龐大數量嘅死亡係一個悲劇。佢擔心如果明年再發生呢種情況，塞加羚羊可能會絕種。
5月9日，中國廣西興賓區龍洞清水河一個魚類養殖基地出現大草魚同埋鯰魚等大規模死亡，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數十萬元。5月11日，北大西洋百慕達嘅咸美頓有數以百計死魚浮現，衛生部稱估計係藍綠海藻導致魚類大量死亡。5月12日，意大利洛納泰波佐洛發現3噸魚類突然死亡。5月12日，中國深圳龍崗河水域驚現大量死魚漂浮，河水烏黑發臭。龍崗區環保水務局呼籲市民切勿打撈河魚食用。5月12日，墨西哥 Arturo Galvin 竟然發現岸邊漂浮多達20噸死魚。5月12日，以色列北部 Beersheba 發現3萬隻家禽同埋火雞死亡。5月12日，巴基斯坦有200隻駱駝突然死亡，仲有數以百隻駱駝感染一種神秘疾病。5月13日，墨西哥 Laredo 有成千上萬細小嘅死魚衝上海灘同埋碼頭。5月14日，美國卡尤加湖有數以千計魚類突然死亡，有關當局懷疑魚類受到新嘅真菌感染。5月30日，美國長島皮波尼克河口嘅岸邊出現咗成千上萬嘅死魚。生物學家 Christopher Gobler 稱，呢個係佢工作超過20年嚟最大規模嘅一次魚類群死現象。佢哋正動員附近嘅漁民馬上打撈，並着手調查魚類嘅死亡原因。同一日，巴西格蘭德海灘同卡西諾海灘亦都發現數隻企鵝屍體。5月31日，印度發現80隻馬鷹離奇死亡。生物學家亦都難以理解，作為食物鏈較高層嘅空中動物，點解都會發生集體群死事件。喺同一日，中國鄂州市梁子湖有數百隻野生烏龜突然從湖中爬上岸，當中至少有上百隻烏龜爬上岸後隨即死亡。當地村民紛紛議論，係疫情定係有人投毒，又或係同地質變化有關。6月2日，蘇格蘭斯海島附近有21條領航鯨擱淺，其中10條失救死亡。6月11日，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公布，2014年本港合力處理共50宗鯨豚擱淺個案，較2013年飆升79%，亦都係自2006年以嚟錄得最高個案數目。呢50宗擱淺個案中，涉及江豚嘅擱淺高達33宗，乃有記錄以嚟最多；涉及中華白海豚擱淺則有12宗，為歷年第2高。至於2015年首5個月嘅鯨豚擱淺個案，亦都持續高企，共有19宗個案。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稱，呢個情況令人非常擔憂，反映問題已經響起警號。除此之外，2015年6月4日，又話牧師籍每日靈修信息再在溪水旁發佈全新玫瑰園計劃號外篇系列信息，目的係藉此提醒香港石安教會弟兄姊妹同全球亞洲區基督徒防範喺極短時間內太平洋板塊將出現嘅大地震同埋大海嘯。甚至喺隨後幾篇更特別提醒處於香港島同埋香港以南地區嘅人，分外防範有機會出現或大或小具破壞性嘅地震同埋海嘯。就喺第一篇號外篇發佈嘅3日後，正喺香港島及香港以南嘅地區發生一宗不尋常事件。6月7日下午約4時，香港赤柱聖士提反灣一個海灘，突然有數萬條魚喺海中彈跳到岸上，場面相當壯觀，全程維持咗半小時。首次睇到如此震撼畫面嘅市民直言對事件大感震驚，就連喺沙灘附近嘅人都跑嚟睇，每條魚大約1隻手掌咁大，睇到大量魚類集體死亡都唔忍心，立即慌忙救魚，將岸上嘅魚推回海中。市民最擔心嘅係呢個係大災難或者係大地震嘅先兆。雖然所謂嘅香港魚類學會會長隨即訛稱，可能因為附近有大型船隻駛過，其引擎聲令魚群受驚而跳上岸。只不過，若果真係因為大船嘅引擎聲所致，咁樣成千上萬魚群自殺事件就必然每日發生啦。因為大船絕對唔係2015年嘅新發明，而全世界各地都有數以萬計嘅大船日以繼夜喺度航行。事實上，因為普遍生物學專家同埋地震專家都已經發現，動物同魚類比較敏感，動物及魚類都會較先感應到地殼嘅變動，因而預先作出極唔尋常嘅集體行動。例如喺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前，其實都有好多動物異常行為，有如警報嘅徵兆。地震發生前，曾有數萬隻蟾蜍遷移。另外，其中一個災區都江堰市居民曾喺震前一日夜晚發現唔少蛇喺市區馬路上出現。四川汶川發生地震之前嘅4至5日，南寧市地震局設有蛇場嘅人工觀測點，發現蛇群表現異常，急躁不安，唔進食，有輕微嘅碰撞。當日下午2點幾鐘，
有人發現狼狗變得非常狂躁，而喺距離汶川20多公里嘅崇州市三郎鎮茶園村，喺地震發生前10幾分鐘，天空上有數百隻老鷹飛翔。當時全村嘅人差唔多都喺房子外睇老鷹，所以當大地震一刻80% 嘅房屋垮塌時，居民多數都喺外面，因此而避過咗一劫。舉如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發生當日，有一隻平時唔中意出外散步嘅小狗，一直對住老婆婆嘅主人吠叫同埋搖尾巴。主人以為佢想出外散步，就帶咗佢出門。就喺呢個時候，海嘯警報響起，小狗一路領住老婆婆朝住山嘅方向跑。海嘯巨浪亦都喺30分鐘後撲到佢哋嘅村莊，淹沒咗剛才走過嘅嗰段路。老婆婆跟住小狗到咗山頂，避過咗一劫。甚至2009年意大利拉圭拉大地震發生前幾日，當地嘅蟾蜍紛紛離開池塘。經過研究呢個現象之後，科學家表示，動物能夠喺地震發生前感知到地下水發生嘅化學變化，從而預測地震。研究小組將所發現嘅研究刊登喺國際環境研究與公共衛生雜誌 IJERPH 上。呢項研究由美國 NASA 嘅弗倫德博士同埋英國開放大學嘅格蘭特博士領導。佢哋喺論文中描述咗一種現象：地殼中受壓嘅岩石釋放出帶電粒子，並與地下水發生反應。生活喺地下水中或者附近嘅動物對其發生嘅任何化學變化變得非常敏感，可能喺岩層斷裂並引發地震前幾日就預感到將有地震發生。所以每喺大地震同埋大海嘯發生前嘅一段時間，動物同魚類都會作出唔尋常嘅行徑同埋大舉遷徙嘅行為，呢啲都係災難發生前嘅先兆。